说，要是那个，你还要把它拿过来。我鼻子上的油。所以他刚才说都是真的。哎。好几年没有这么真假的冷漫的笑过，我操！生活太痛苦了。喜剧到底是什么？喜剧是什么？这个问题基本上他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基本上都已经死了啊！我最喜欢的一个答案是，日本有一个落语大师，然后他讲日本有一个落语的段子，就是一个城主被冤枉了，有大概47个勇士，然后他们就把城主救回来了，顺便还改变了一下当时的武士待遇。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然后那个落语大师说当时在那个城，就那个城主的城里面呢，一共有300个人，另外253个人干嘛了呢？他们逃了。所有的艺术形式都讲过这个故事，他们都是讲那47个人的故事，只有喜剧在讲这253个人的事情。这253个人是普通人。喜剧这个东西啊，它其实不是人们需要喜剧，它就是自然而然会产生的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那个感受吗？就是当你特落魄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能笑出来，就是你太惨了，惨到你觉得很好笑，惨到笑了，然后讲出来之后，有一些人也笑了，喜剧就自然而然产生了，而你会觉得那种笑特别有力量。这就是我觉得喜剧的诞生。第一集提告一郑浩家黄敦内，学校的开间地上堆着外卖盒，厨房没洗的碗和杯子，厨房桌上有钉死的植物。郑浩躺在沙发上，一只脚翘着，投影正播放脱口秀视频。我大部分的状态给人感觉是不快乐，然后让人觉得特抑郁那种感觉。如果是纯生人的角度的话，可能会看出来，就这个人绝对不可能是一个搞喜剧的。我本人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收的一个人。我俩正常状态就是俩人一块儿皱着个眉头说话。这不是累的状态，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自我怀疑，然后这种撕扯的感觉。它不是累，它是在有一种你走在黑夜里的感觉。首先，这个人的人设现在是一个外表躺平的毒舌，其实你是内心是喜欢这个喜剧这类东西的，但是呢，你妈对你的控制欲导致了你做了一个平平无奇的工作，最后就是在主任的出现并且引导下，最后你正视了这个东西，你要把你内心想要做的事情，你要告诉出来。最早我们开始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说要写脱口秀演员，那么我们就会聊到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家人因为想要做喜剧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些个矛盾，其实当然都会有的。聊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总还是觉得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感慨吧，就是这一路走过来了，一路走过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机会能把我们曾经经历的那些事情写成一个故事。就是站在一个很感慨的一种悲喜交加的状态去看过往我们每个人的彷徨和经历。就我们的创意其实来自于一个我们之前的演员，这个演员就是有一点说是在台下的时候有点社恐，然后比较沉静，比较躺平这种。所以考虑台下这个形象的时候，其实融合了他，然后也融合了很多演员在一起，最后可能取出一个平均值。喂，杨永敏吗？郑浩，太容易推动了这个，下盘不稳。你的行动啊，其实都比正常的要更生活化。这个是一种拉法，然后收不行了以后，对，然后就是这种拉法。还有一个就是说台词的一个问题，我现在想就是稍微往下沉一点。我是担心，因为他台上的情绪激动是我表演的那种，对，在他生活中的情绪激动力
就是我这很难演出一个松弛的激动。头条笑料，汤姆汉克斯，就他在舞台上是舞台范儿，但是他在生活中的激动，他是真情流露。就是还是我之前说，我们要找到每个人说话的方式。其实表演这个东西不是导演要调的，就是要有人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只是判断要不要，我们需要表演者，真的是。你是让他上来就是那样的，还是说让他稍微上来是不知道是什么？就这个东西，不懂学区还是上来就江湖骗子，就大佛，就啥都不动，你最多换个手，换个手可以。算了，你从哪来的呀？我从门进来的。门？我啊，对也行。我明白。打腿，找你人，正好。就是我找一个点，是我离你耳朵最近的对点。对。然后我就吹你，吹气。没有，导演没有，忘掉，你不要露出那种表情，你不要露出那种这个好的表情。不会，导演会说这个不好。我若有所思。真话是觉得被事情推着走，很大不安，超大的不安。我们从今天开始8号到16号开机的话，满打满算其实还有8天的时间，所以留给大家的筹备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紧张了。我们上午是开一个剧本策划会，然后下午我们开一个制作的会议。反正现在我们的工作是要往前赶，不要往后推，就赶这个时间点往前提前吧，好吧？气比较旺，很强势的妈妈哦，很强势啊。邪魅的笑容，邪魅。对，这肯定好呀！你看这表现力，贱一点，好，哎呦，哦，导演兴奋了。来，咱们夸张一点，来，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第3个动作，我觉得太棒了，受不了了，太好了，笑一个，漂亮，哎，笑一个啊，这个好，哎呦，石老板情绪已经上来了，哎呀，来个了不起的盖茨比。好，哎，这个好，这个好。导演有一些，就是脑回路一些有一些特别奇怪的想法。我觉得他这个年纪呢，就是在有这样的冲动的那种表达的方式，有那种火花能冒出来，是个挺有意思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这般反差萌的导演，但是他的行为本身会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就是创作者。这个太日本了，我觉得在家里边就穿成这样是吧？啊，这个我就来拍着，这得配个板带，又来了这个老汉子啊，这玩意儿很偏执。导演的执拗，这事好看很多，心动了是吧？我说啥来着？果然。好，可以先给回正，咱们再来一个。他的鞋子是不是有那种不要那么时尚的那种感觉？你对这种平凡的那个装扮，我觉得 OK 啊，没问题，没问题。被压迫的表情。没问题。你真的觉得没问题？这是刚才那个情况吗？不是，那个说不上，因为剧。演员、编剧，然后再加上现场所有工作人员，所有的工作拼在一块儿，最后形成化学作用的那最后一道门槛是它。啊，就是那个咖啡的最后那一道滤纸，出来的东西是啥，就看它了。不是，现在这个东西在哪？在北京吗？没有，在路上。在群里面，让你们老大跟登登说，马上就让他知道这个事情。没有理论上，啥东西都有延迟，你要把这个归量的。那现在你利用现在到明天的这个时间，你必须找出一个备选来，哪怕花纹不行，你也得给我找出这么一点一点的，弄成现在这个局面。接一个动作啊，然后我们今天晚上确定一下的主任的这个游戏机，然后这个绿布是谁来挂？特效待会儿来了，绿布是常务挂，常务这边来挂绿布，去带着特效看怎么挂。
我，激光笔给我。你哪怕这个部分全是他的海报都 OK， 赶紧去跟单立人联络，让他们看能不能明天挑点用过的东西，做减法，不是腾出来太乱了。OK， 得是一个人设计过的地方，不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就这些事儿出来的时候，你们都要盯着，咋都让我盯着呢？不要我想起什么，我告诉你们，就大家想想，大家都该干点啥。现在1万件事都压到我一个人身上，我怎么办？可以保护好啊，就这一把。手枪要再做一把吗？做一把多少钱？这样涂装的话3000多。就一这个。这是3D 打印3毫的那个。那这个呢？这个是3000多吧。我这2把枪花了7000块，你别让他出道具，因为其实现在这个情况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你反正今天辛苦一下，这个酒，这是个主场景。不是想不到你这自己写的，你抄什么呀？我写不出来，我才抄呀。你写不出来，啊？对啊，那你也不能直接。我不能什么我不能？你知道我的感受，你知道那种回过轮掉下来什么感觉吗？站起来，站起来！我哪句话站起来？就刚才你那，你知道后面什么你不能我不能记不着？你知道我的感觉？对，你把脸往上凑，往前凑。什么你不能我不能？你知道我的感觉吗？你知道那种红过来又掉下来是什么感觉吗？我没红过，我不知道。你当然不知道。你知道那种所有人一点一点走了，消失了什么意思吗？啊，你知道那个就是所有人都说你江郎才尽了什么感觉吗？你知道那种写不出来段子，全都只能抄别人，我内心有多痛苦吗？你痛苦？我不痛苦。我问你。你这么多段子，你握在手里，不就是为了想上综艺？你想表达自我，你在剧场演就行了，你上什么综艺呀？你还是想红？你还流氓逻辑吗？你偷我段子有理了你！你别跟我说什么自我表达，我没提自我表达，我提的自我表达。你上综艺就是为了你就是什么来着？有当有理，有当有理。掐脖子，好不好？好。行，来，你当综艺就他妈有当有理。走，熬一站，哎呦，行了，服不服啊？还要当里头还要补一脚，你别再补了，这是私人音乐了啊！不。好，停，好，停一下，非常好。这段起身啊，我希望这个陈阳离郑浩更近一点，嘴对嘴，我们在这个角度看起来非常好玩。哦，你你看，不亲，郑浩站好，好，陈阳，你可以往前，再往前，对，再往前一点，哎呀，好不好？再往前一点，哎，对，这个位置可以啊，这个位置好。你这流氓逻辑！你别跟我说什么自我表达，我没提自我表达，我提的自我表达。你上综艺就是想又当又立，你看，来，是吧？好，行，哎呀，你的台词太精彩了。有吗？有意义的一天，真有吗？拍得很开心，不好说呀。我现在想，如果最后这个戏没有我这个角色，给删了，就剪掉。这戏最后是一个以石老板为主角的，不10分钟短剧，10分钟的，一共10分钟。但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我觉得首先得确定这个态度。你是真的呀？我觉得他应该是接受，所以接受的话，我觉得他可能都不是2个人在那儿，为什么骗我？他可能都不是，我觉得都可能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2个人都无奈，所以说我要死了，反正不是你死就我死。明白。我觉得啊。
不是把我走上人生巅峰。来准备，大家来吧，安静了啊！来，3、2、1，开始。所以我真的是要死了，是吗？你是把我走到人生尽头。兄弟，不是你这么说的。我以前以为遇见你还挺幸运，我多了一个交心的朋友。我以为我中奖了。也对，我从小到大，我连一次再来一瓶都没见过。我他妈怎么可能中奖？你也别，你他妈滚！啊，你干嘛去？你现在特别危险。好，停，非常好，太牛逼了！好，今天我感觉我演技进步了，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已经有拍了1天经验的感觉。挺好。这不是废话，梗也不接。